哇，咁有科技感，差啲以為去咗博物館啦！喺學校就可以欣賞到維港嘅美景，太羨慕啦吧！全港女學校前5嘅傳統名校英華女學校，創立於1900年，2019年先搬到呢個新校區。學校主打科技感，200座嘅劇院，1000座嘅禮堂，超過35000種書籍資料嘅圖書館。呢個校園面積大到有啲迷路啊！學校會投入好多資源俾學生啦，中1至中6咧都有中英唔同語言嘅課程，中2同中3咧學習 STEM 課程，以英文授課為主。高年級仲會設置企業會計、科技與生活、視覺藝術等課程，為未來就業規劃鋪路。每年有90%嘅學生入讀港八大。喺2024年 DSE 考試中誕生咗一位超級女狀元。除咗學術啦，喺課後仲會提供領導力培訓、英文演講、樂器、體育培訓，能文能武都係英華女嘅標籤。知名校友包括李嘉誠夫人莊月明、海關關長何佩珊、著名導演張婉婷等。有學生反映咧，學校唔谷，但係咧學生好自律，會根據學生嘅能力去分班。但係比較特殊咧，係學校會公開學生嘅總分成績，只會同學生講排名情況。英華嘅面試咧，唔考學術知識，比較考察學生嘅思維分析能力，中意有求知欲、良好學習態度同埋思辨能力嘅女生。咁呢間學校最大嘅缺點就係太難申請啦。英華女學校每年嘅插班時間係5月到6月，名額少，申請多。想要自己嘅女女讀呢間學校嘅家長，快啲嚟做攻略啦！香港名校知多啲，關注 Winnie 話你知。